也求主让我们为了迎接50禧年，我们所做的筹备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启动，我们就要看见神的恩典继续在我们当中来施行。也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让我们看见神满满的祝福跟恩典。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迎接禧年的开动，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禧年号角，重新建造。刚刚我们的信昌长老带领我们读了2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复习。我要简要的跟大家分享说，安禧年再来是50禧年中间的关联哈。那这个关联是，我们今天就吹响了50禧年号角，其实是明年才开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已经要预备了，这个时候要预备了。所以呢，吹响50禧年的号角，它代表什么呢？刚刚我们读了经文，利未记25章8到9节，他说：“你们要计算7个7年，7是多少？49，刚好今年。那这个7个段落，其实每7年就有一个安息年哦，7年就有一次，就像我们7天有一天是什么样？安息日，对不对？每一个礼拜7天嘛，7天有一天是安息日。再来就是7年有一个安息年。那当时在古代的社会，他们从神得到这样的教导，原来发现我们这个大地、这个土地哈，你一直使用它，它会枯竭，无营养，无肥啦。你种的物件吼袂生，所以上帝讲爱互伊休困，所以人也休困，土地也休困，动物都爱休困。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律例。那50禧年的教导是说，49年那一年的7月10号就是赎罪日，你们要派人到全国各地来吹号角。所以等于在安息年的时候就要吹号角。当然7月10号是按照以色列他们的年历来做的，但是我们一个象征，刚好在我们的周年庆，也大概是这个时候。那我们今天迎接社教第49周年，我们也学习圣经的教导，吹起迎接50禧年的号角，来宣告主恩典的禧年。中间提到赎罪日，每年的7月10号，以色列人必须住在他们中间的外桥，要禁食，没有工作，说那一天要举行赎罪礼，洁净他们，使他们得以在主面前洁净。这些条例要遵守，永远遵守。那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从这段经文什么启示呢？赎罪的意思是再一次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的不足，盘点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学会在主面前求神来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要迎接禧年，不是一头热闹很多的活动，是要安静下来，求神怜悯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属灵的力量，来为主来侍奉。你敢知影咱台湾吼，虽然咱其他的宗教，咱无批评，无啥讲对因家己有甚物款的意见，但是你注意看，一般的宗教吼，因若要压制因的节庆吼，足侪侍奉的人员吼，拢都爱禁食，你敢知影？爱净身呢。所以表示讲，一般的异邦的宗教，因都安尼啊。咱做基督徒的，就是伫49周年的时阵，咱安静落来，清起咱家己，互咱通有份真做上帝的车用来为主做工。那赎罪日，还有一个安息年，他说：“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在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要给你们的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安息年其实是一个供给的年，是一个施舍的年，是一个祝福别人的年，包括这些仆人、婢女、雇工的外来移居的，是我们要展现
神的慈悲跟怜悯。所以安息年的意思是不单是人道宣言呐，没得做的人连动物和野兽都有得吃，这是地土的宣言，因为地要被尊荣，地要得安息，人人都要这样做。他说这个就是在尊荣耶和华。所以安息年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节庆，但是它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赎罪，我们要得神的祝福，我们要帮助许多苦难的人、边缘人，那些没有受到照顾的人。所以安息年是宣告地土主权属于神。我们所有49年来富强教会的产业，也都是神给我们的。时间的主权也属于神，所以到了第7年，神要在地土享安息，让地土享安息。7年又7年的安息年，49年后就到喜年了。我们在今天的49周年感恩礼拜，也宣告了50喜年的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在安息年应该有的装备跟建造，这是我们这个时候应该预备努力的。安息年的意义是得救和信仰，不是个人的事。所以是讲，咱富强教会不是给咱老热欢喜安尼就快乐过就好啊。得救跟信仰还关乎整个土地，还有万有系统。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你不只是富强教会一间教会自己的热闹感恩庆祝，而是你关怀了这个社区，甚至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城市，还包括我们整个国家。因为自从人犯罪失落以后，上帝设计一个系统，使失落的重新恢复，失调的恢复平衡，劳碌的可以得安息。首先，在伊甸园的时候，根本不用安息年，也不用安息日，因为在神里面是丰盛的。但是当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借由这个安息、这个休息，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安息、丰盛、恢复，重新走进上帝、人跟大地的整个系统的平衡里面，这是上帝的心意。他运用这个系统，但是需要人，需要每位弟兄姐妹大家配合，明白他这份心意，因为他是大地的主人。从我们现在，我们富强的49周年的意思是，这个热闹不是长老、筹备委员举办活动庆祝就过了，而是你跟我们要配合神的心意，意思是让这个系统整个运作起来，因为神是大地的主人，也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弟兄姐妹，装备跟建造是上帝要我们在安息中努力装备操练，来迎接这个喜年 Jubilee。Jubilee 的意思其实是得自由、得豁免。所以，在今天的49周年，牧师有一个学习跟勉励，就是我们从第2段经文学习到尼希米，他们当时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态度跟心意。因为尼希米特别得当时外邦王的允许，带领一群他们的所有的那个百姓回到已经毁坏的耶路撒冷，要重建那个城墙。已经是亡国了，已经是被掳了，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是一片的荒废。人讲这什么拢无啦，迄也无，迄也无，安尼，因为迄厝拢互人大去啊，所在拢互人占去啊，要去迄哪会遐尼简单？但是尼希米他的努力是因为他号召了一群勇士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他的宣告是什么呢？他说：“你们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因为耶路撒冷荒废了，城门毁坏了，我们来重建城墙吧，免得我们再受凌辱。”这个意思是说，看似不可能的事，但是尼希米靠着神给他的信心，号召一群勇敢的以色列勇士，把荒废的城门坏了的重新来建造，目的是为了什么？不让神的居所，不让耶路撒冷来受到凌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点，他说上帝怎样与我们同在，帮助了我。他们说我们就开始重建吧，所以他们预备开始工作。所以50几年的筹备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是以耶利米尼希米他号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重建，是你我都有份于工作。第三个，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不是说黑啊无就困难欠这欠那，还有一个阻挡呢。因为重建过程中，尼希米还阻挡了一个批评啦、挑剔啦、泼冷水的啦、嗤笑啦、藐视。看我这么多人，他说一个叫参巴拉，还有亚门人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基善，他们嗤笑说不可能啦，人不够啦，财力不够啦，那些建材都不够啦。在很多伟大的圣工在进行之前，并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按照你的心意。我们要迎接50几年，大家热心参与，有人献功，有人献力，有人奉献。那我们要求神圣灵来遮盖我们，不要被恶者来攻击。咱拢知影讲，咱要庆祝，咱有一寡重要的事工，无论是福音事工、喜造的事工，也是庆典的事工。也是传福音的事工，常常咱咧拍拼，魔鬼嘛咧伫遐做工咧，咧攻击你、踢笑你，甲你泼冷水，就亲像尼希米伊要起城墙的时阵，一群人伫遐来踢笑。所以你看，圣经第2章有记载讲，遮个人个人踢笑讲无可能，然后尼希米就回答因讲。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而且尼希米还邀请同工要祷告，在属灵的建造上面，不是人的血气可以抵抗的，是上帝的能力来帮助。而且有一群人，他说他们那群人就一起来看守，而且昼夜防备。意思讲袂使闹交的，拢袂使人去啦他说阻止仇敌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混乱。那在尼希米这些声文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能够52天把它建造起来，是大家同心合一，阻挡一切的攻击，阻挡一切的耻笑，阻挡一切不可能泼冷水的，是因为神同意这件事工。今天我们庆祝50几年，坦白说，不是一群人安尼闹热要互安尼足多活动，不是。但是为了讲，我们49年来得神的恩典那么多，我们用什么来献给神呢？不是那些热闹节目，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被提升每一个人的灵性，我们的福音的事工，我们的造就装备都要被提升。所以，我们在迎接50几年，是为了这个目的，是迎向教会复兴的浪潮。我在读一些教会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到原来富强教会在1976年设教，那个时代。台湾的教会也刚好这样启动一个迎向复兴的浪潮，一个关键的年代。我看到当时推动这些事工的夏仲健牧师，他做一个回顾，他说：“我认为1979年，就是我们设教3年之后的1979年那个时代，对台湾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位宣教士叫史蒂文森牧师呢。”他们说，我们台湾的教会已经沉寂很久了。1979也当时在台湾也算是还在戒严当中，很多的那个社会动能都还没有启动。但是这位宣教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到韩国来参观观摩？当时已经开始复兴的纯福音教会。今天教会当时在1979年时才有75000人。75000，对咱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后来到2000年以后，这间教会已经到
80多万，80多万。那看来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落差好大。但是呢，他们当时在台北很多教会去参观观摩，开始产生一个很有重要的改变，因为华人要学榜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教会，当然不只是长老教会，所以台湾的教会就开始走向一个复兴的浪潮，就是刚刚我们讲的，1980年迎接了联恩更新跟祷告山运动，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到韩国，然后被圣灵充满，他们回来就大胆的突破。以前的长老教会或是其他的教派，讲到灵恩运动哦是足惊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教导，啊，所以常常联恩就会产生分裂，联恩就会产生意见分歧，啊，所以大家觉得有点怕怕的。但是那个时候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纯福音教会的复兴，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学习，加上呢，当时有一位同工叫做戴义勋牧师，当时在学园传道会，后来他得到一个感动，在1979年，他就在苗栗的造桥成立了台湾第一个祷告山。那台湾教会从以前是一个比较属于福音派的事工，慢慢走向一个圣灵同在、复兴的事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地方祷告运动就成为教会复兴的一个开端。所以咱嘉义的基督院嘛是追随了这个苗栗的祷告山，我们自己长老教会也后来也设立了比较慢一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转向，就是整个教会慢慢迎接圣灵的复兴的浪潮。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敬拜赞美的运动，敬拜赞美的运动，也在那个时代，教会因为推动了一个新的形态的事工，当时有一间出版社叫以林出版社，他们成立一个叫做和山那侍奉中心，看起来好像跟长老教会无关，但是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位韩国来的何用仁宣教士带来了敬拜团，加上美国的赞美之泉，一个新的团队，用现代的乐器，用现代的敬拜，兴起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个整个敬拜事工的转变。我们刚刚礼拜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敬拜团，我们有乐器，有鼓，有很多的合成乐器，还包括我们的音响。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等于说我们富强教会刚好踏上了这个台湾教会大转型的一个开端。虽然我们富强教会前20年没什么动静，我们是在2000年之后，等于算是我们富强教会成立了一半的时间之后，我们也跟随了这个浪潮。等于这个台湾教会的复兴，我们起步慢，但是我们追随到了。第三个是2000年福音运动。2000年是当时1990年，1990年他们全台湾各教派为了迎接2000年，我们叫千禧年嘛，他们就组成了一个2000年福音运动。那也就是这位夏中坚牧师，他成为一个总干事。那个时候大家要推动福音事工，成立教会，派宣教士。夏中坚牧师他在做一个回顾的时候说，虽然当时的数据没有达到原先的目标，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等于就是台语教会、甲国语教会，大家怎合法做伙啊？袂讲分立甲我，因为以前比较隔阂哦，甚至还有一些对立，你知道吗？我经过这段历史的人。但因为2000年福音运动，这位夏中坚牧师，伊本身是出身长老教会所以长老教会伊也会学，国语教会伊嘛会学，所以结果他的安尼哇，全台湾那跑最多教会就是他了。在10年当中，1990年到2000年，他促使了我们整个台湾教会的合一，那个对立隔阂消失了，而且一个重大的方向就是宣教。那这个是产生非常重大的改变。最后一个改变，也跟我们教会有关，就是
小组运动引进台湾，小组曙光。那今日咱富阳教会有230个小组吼，其实是在1997年才正式，现在标准的类型的这个小组事工才进来的。在1997年左右，就是新加坡的邝建雄牧师，他把小组带进来，而且他很热心哦，他觉得这个小组是教会建造升级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他当时听说是每一个月都跑来，从新加坡跑来台湾，把这个小组事工引进来。现在全台湾各地的教会哈，如果是一个健康或是追求成长的教会，对小组是开放的，因为小组最重大的一件事情是把牧养的能量分布在所有的门徒当中，所有的愿意服侍神的同工当中。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49周年，其实是一个起步。我们一起来勉励，就是迎接57年，我们再度聚焦于教会的创造的建造。从那49年，跟随了台湾教会整个大转型、大转变。感谢主，我们互相教会虽然属于长老教会的系统，但是这4项我们都承接了。祷告、属灵的更新、敬拜赞美、小组事工、福音运动。我们期待在再来1年当中，我们这4项大大的在增长、在推动。最后，我们要一起复习一下我们互相教会的一个使命宣言，就是我们建造的意向，有这四个5点，大家可以在周报里面看得到。我们再次复习说：神啊，愿我们互相教会就是合乎神旨意的教会，成长的教会，被神所热爱的教会。第一个，互相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是真理的柱石。第二个，互强教会要成为一间活出爱的健康教会。第三，互强教会是一个积极传福音的教会。第四，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第五，互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期待这5项我们不缺不漏掉，每一样都有一群热爱主的同工一起推动，一起成长。那我们明年迎接57年，我们才觉得说，我们有东西啊，我们有产业能够奉献给神。我们刚刚我们的同工到前面贴的这个标语哈，我们注意看，这个互强50向神奔驰，是经过很多人祷告得来的。那这个50，上个礼拜我们有谢谢佳美姐妹，她帮我们设计哈，用一个比较抽象的50，其实是一个无限大。往前延伸，一直互相教会，另外一个50，另外一个50，一直延伸，所以这个50是一个数学的记号，无限大。那互强50向神奔驰有这样的教导，我们简单说，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在周报里面这样写说，互强50向神奔驰是第一个回顾互强50，是对历史的感恩回顾。50年来，互强教会被神所引导，经历风雨，屹立不摇，累积丰富的属灵资产，建立坚固的信仰基础。所以50不是一个时间，而是一段神恩典的旅程。第二个，面向未来是向神奔驰。向神奔驰好像就是一个宣告，其实是很多细目。也许你是祷告事工，你是敬拜事工，你是小组事工，你要怎么向神奔驰呢？是神给你一个启示。怎么样达到神给你的指标？所以不是缓步向前，而是奔驰，就竭尽所有所能，充满速度跟力量，表达出一切迫切追求神心意的一个圣工。这不仅是信徒个人的操练，也是整体教会的意向，向神迈向一个属灵的标杆。最后是一场属灵的接力。互强50好比赛程中的交棒，我们说要代代门徒，我们希望我们年轻的一代能够承续这49年来许多前辈他们所定下好的根基。向神奔驰是表达出教会世代传承、齐心向前的画面。愿神赐福给我们49周年每一位弟兄姐妹参与在其中，
让我们明年用最感恩的心一起再聚集，来献上满满的感谢。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祷告，预备做第3段的服事，就是洗礼跟圣餐。我们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49周年是安息年，也是感恩年，也是装备年，也是赎罪的年。愿神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已经在心中定下要追随神所赐予我们的指标呼召，迈向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举行洗礼跟领受圣餐来迎接神的恩典，有请你亲自赐福在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要一